新台市来看高雄小港一间资源回收公司，有2个工人昨下晡4点外，伫清抹一桶的时，人摔落去放落石粉的槽内底，互原料带掉的，救出来的时一个人平安，也毋过另外一个人已经不幸过往了。到达现场后，经了解，有2人员工受困于炉石主槽内，1人已由厂方人员救出，1人被覆盖于槽体下方出口处。经分队抢救后，由现场医生判读宣告死亡。意外发生伫昨下晡4点外，有2个工人伫摒扫桶仔的时，摔落去放落石粉的槽内底。消防队去救人，一个大概50岁的工人互救出来平安，也毋过另外一个大约60岁姓黄的工人，互带伫粉内底，到暗时6点才互救出来，已经不幸过往。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已经要求现场停工，卖医生地检署侦办。